今日係我實習生活記錄嘅 Day 5。其實等實習嗰7分鐘，你哋通常都會做啲乜嘢？我諗我多數都會撳下電話，但係我記得我之前試過做到一條5分鐘嘅瑜伽片，做完之後仲有時間執返張瑜伽席。我諗緊，我下次可唔可以試下用7分鐘嚟化好一個妝？原來等嘅時間都可以用嚟做一啲嘢。咁如果我喺條街度等人嘅話，我都係會撳電話。但係慢慢我發現，其實 people watching 會有趣啲。如果我響商場嘅話，我就會喺高層望返落去，睇下下面啲人做緊啲乜嘢。有人搭緊電梯上嚟，我就會留意佢哋着乜嘢衫同埋乜嘢袋。如果星期六日喺地鐵站等人，就一定會見到一大堆着晒衫嘅人。如果係夏天，多數都係會黑色 T 恤、牛仔短褲加個斜孭袋。呢個配搭應該每10分鐘都有10幾個人經過。